王力宏晒物照傳婚訊，李雲迪同日晒女，遇到可牽手嘅女孩，甜美笑容，女人味濃，冇睇錯啊，就係佢嘅真命天女。查實今年4月呢項咪英國牛津演講，呢個就放到實噶啦。尋日凌晨佢先高調宣布同細佢10年，喺哥倫比亞讀研究所嘅李靚蕾拍拖，仲爸爸阿媽都好中意佢女友啊。早前就借講父母，講台語牽手係代表婚姻伴侶，真係要恭喜呢項好事近啊！有傳佢哋住咗拆添，但佢嘅經理人回覆就爆佢同女友識咗10幾年，好多老友都戥佢開心啊！尋日開心嘅唔止佢，仲有同呢腔傳過斷背戀情嘅李雲迪，尋晚都宣布有女友啊！每個人都要真實嘅去愛，去被愛。我嘅那個他叫田飛，廿5歲，去年相識，又係喺哥倫比亞，係呢腔撮合定係鬥氣先晒女友㗎？